班。那么今天是这104年度最后一班，我们邀请到我们宝光筹镇朱理人师为我们慈悲开示哈。那么因为我们人才班已经安排整年，因为我们人才培训班已经一整年度下来，相信呢各位同学对我们人才培训班的认同，大家都深同感受哦。当然，这是我们教务处以及我们点人师慈悲为我们人才特别开辟的一个班次。